童話故事都係呃人噶，你睇白雪公主、美人魚、睡美人同灰姑娘，全部都係同一個王子嚟嘅。OK， 我冷靜返啦。不過今日要講嘅依然係王子嘅故事。呢條片係由沙格米安全套贊助播出。喺台灣娛樂圈入邊，有一段睇落平凡但係幸福嘅婚姻。男主角范姜彥峰，一個喺幕後工作咗多年嘅廣告導演，喺2022年嘅時候娶咗啦啦隊成員果果江偉林。佢哋兩個人育有一個好可愛嘅女女，但係幸福背後演變成一出真人狗血劇。日前，范姜喺社交平台上邊上載咗一段9分鐘嘅影片，指控老婆果果出軌啊！我就看見了太太與王子邱勝利明確的出軌證據。呢件事仲喺台灣燃燒緊，范姜話已經睇過果果同王子出軌嘅證據。面對老公嘅指控，果果梗係第一時間跳出嚟發聲明，承認咗自己同范姜之間嘅關係已經結束，同時亦都指范姜嘅影片講咗好多同事實不符嘅內容。到底邊個喺度講緊大話？大家未嚟得切消化，件事又有驚人嘅變化啦。咩話？王子出咗道歉文？傳聞係咁嘅，我唔係破壞家庭關係嘅人，只係過度關心，越過咗朋友應有嘅界線。王子呢個舉動真係出大事啦！台灣網友根本就唔買單。嗱，呢場戲去到呢度仲未完噶吓，因為件事爆出嚟之後，一個名叫謝智富嘅私家偵探突然之間現身，更加接受台媒嘅訪問，話自己就係幫范姜處理呢單案件嘅人。仲提及到范姜離婚之後有機會分到3000萬台幣嘅賠償，講到明喺9月嘅時候，原來佢已經上過電視節目，暗示過呢一段三角關係，只係當時冇開名。咁身為香港人，梗係更加關心王子嘅前女友 Stephy 啦。面對前男友嘅醜聞，佢冇回應，喺 IG 貼咗一張同朋友慶生嘅開心相，個樣輕鬆到好似喺度講，呢啲嘢好似唔關我事喎。童話故事都係呃人噶，你睇一場婚姻，一段爆料影片，再加埋一個越界嘅朋友，令原本一段各界都好睇好嘅愛情故事，一夜之間變成一套真人實景狗血劇。事件未完，待續。踢拉踢盡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踢拉各社交平台，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